我听候摇花，我的信心伫听候。伫伊的话，我有仰望。我的信心听候主。比受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比受惊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仰望摇花，因为伫摇花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这是咱来吟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影。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生成，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学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学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时，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水之生性投胎，对耶稣女玛利亚出世，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经世界死，埋葬罗云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当全变的大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请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35篇。启用文第35篇，请咱做伙来启用。我的囝儿，着听老爸教示，着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毋通放杀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疼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嘛毋通放杀我所讲的话。毋通放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依赖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来兑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回收。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嘛袂拄着跋倒。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这时，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你是阮的光，是阮的拯救，互阮啥物拢毋惊。佮赐福互阮，指示阮行正确的道路。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为阮创造一切，世界美妙的风景拢是你伟大的工程。世上所有的动物、植物，也是你奇妙的创造。阮也感谢主带领阮，会当做伙来到你的宝座前，为着阮做一切来谢罪。最近无论是世界倒一个角落，拢是新冠肺炎、水灾、大雨、地动、高温等等的极端气候的出现。最近台湾也伫短短几工的时间出现3个台风，这对咱的地球来讲拢是大大的伤害。求主会当引带阮来避免这的伤害，来好好保护主你赐予阮的这个生活的所在。阮嘛要为着台湾疫苗来祈祷，互疫苗的覆盖率会当紧紧来提升，嘛会当互大家世界、全世界大家国家嘛是会当安尼。何况即马阁有变种病毒的威胁，这一切拢需要主的引带甲帮赞。阮嘛要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特别照顾伫疫情下面徛伫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求主伸出你的圣手来保护因，互因的心、身、灵拢有着你的保护。嘛要为着年长、身体欠安的来祈祷，求主会当医治因，保护因免得病痛的困扰，互因伫软弱的时阵也记得主甲因同在。当时会当听到因的祈祷，只是我嘛求主会当透过郭牧师的讲道，来带阮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力，互阮会当对中间得到智慧，帮助阮伫侍奉的道路顶，坚固阮的信仰，献出你的阳光，
荣耀你的圣名。这是咱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君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日像伫天日。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话，今日要看的圣经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到34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到34节，咱就听我来读。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愤恨即个，听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所以我甲恁讲，无得顾虑恁的性命要啉啥物，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也是恁的身躯要穿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吗？只看天中的飞鸟，无种造，无收成，无积住伫측仓。恁的天父也伫饲因，恁减无比遮个较贵气吗？恁什么人会用挂虑，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衣裳挂虑啊？只像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泽。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结空往的时，伊所穿的毋值得这荷花的一蕊。第30节。搭山里的草，今仔日直地，明仔日ฮ็伫火炉。上帝互伊穿甲安尼，何况恁小信的人啊！所以无得顾虑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遮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遮个拢是恁所欠用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个物拢要煞互恁。所以，无得为着明日挂虑，因为迄个明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一日到夜。正道，咱们请郭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天父的看顾。亲爱的弟兄们，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佮祝福，互咱伫主日早起会通搁再一摆同心来敬拜上帝。今主日是爸爸节的主日，所以伫遮也代表教会所有的爸爸来讲一声爸爸节快乐。愿上帝赐阮祝福，保守恁的身体永壮健康。上帝你的平安佮喜乐。常常踮伫恁的心内。当咱即时同心，搁再一摆来祈祷。做圣神恳求你，即时阵临到伫阮的中间，也互阮通过圣神的帮助甲启示，会通知影你的心意，会通了解你的话语。愿主使阮束缚伫阮的中间，互阮会领受，成做阮的快乐，来迎接新的一个礼拜。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台语圣诗，旧的圣诗401首，新的圣诗28首，
这首诗歌天父看过七鸟跋落，天父看到七鸟跋落。这首圣诗是伫我主日学时代真意爱的一首圣诗。其中歌词提起，天父看到七鸟跋落，伊可能因真艰苦，伊遐尼疼细只鸟伊也一定疼我。第二则讲，伊互山顶的百合花显出水色好看，做若照顾草木芳花，我知伊也疼我。第三则是讲，上帝创造鸟只花木以及万物逐项，伊真关心顾伊细囝，疼痛世间万人。伊副歌讲：天父疼我，天父疼我，我知天父疼我，我知伊疼细只鸟仔，天父一定疼我。伫整个这首圣诗的内容，咱无学得发现，上帝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伊毋若是创造主，伊悠远也真细腻来照顾所有这的创造物，并且提供因完全的保护甲照顾。毋但呢，上帝搁较将维持万物生命因所需要的补给品，亲像讲日光、空气、水，以及食物等等，赏赐互这的万物，互因会通生了勇壮健康，并且也显出上帝创造因各种的美善。既然上帝是遮尔疼世间的万物，伊哪有可能无疼照伫伊的形象甲款式所创造的真人类？其实天父对咱遮尔细腻的照顾，好亲像拄仔才诚做父母的人，因对因的遮个婴仔的照顾共款。也就是讲，当即个婴仔有啥物款的状况的时阵，这父母就会真赶紧想要去了解讲，到底是发生啥物款的代志，是啥物款的原因造成婴仔会发出伊的声音，还是讲会伫遐啼哭？是因为腹肚枵吗？是因为即个婴仔尿珠淡去，需要来替伊替换吗？还是讲因为父母无踮伫伊的身躯边，所以婴仔会感觉孤单，感觉惊吓，所以伫遐啼哭。总讲一句，若是厝内有加添一个婴仔的时阵，一定会互即个家庭热力滚滚。最近咱教会有真侪只拄出世的婴仔，咱知影做法较圆圆，昨看圆圆伊个 FB 的动态，伊讲伊迄黑眼圈毋知啥物时阵会消去这检测是照顾囡仔的时阵所带来，即款就是爱担忧烦恼、困袂饱等等的这个代志总是照顾婴仔，确实是咱诚做父母一个真要紧的工作。两兄弟，咱是毋是伫生活的每一天，拢会通去感受到天父上帝对咱的疼痛甲照顾？若是咱无得感受，是啥物款的原因，致到咱无法度去经历天父上帝对咱的照顾呢？伫顶一礼拜的讲道中间有提起，咱难免伫生活的中间去面对一寡恶担当的事，也面对这个代志，致到咱会想多因为这恶担当的事，互咱感觉真困扰，所以想多，所以也产生侪烦恼，产生侪忧闷。若是这个烦恼甲忧闷无法度适当来除掉，时间拖愈久，检采会互咱开始感觉真担心、真惊吓。若是即款的担心甲惊吓无法度去解决，也是讲无法度去改善的时阵，最后咱有可能会行不归路，变做是即个社会头版新闻所写的标题。所以对咱会通知影，即个烦恼甲忧闷是造成咱无法度去经历天父上帝看顾的原因之一。主要所以安尼讲，我用平安留地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
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背北，也无伫惊吓。我相信这段话，即句经节对基督徒来讲并无生分。特别是咱常常会通过这段经文，要甲人分享福音。咱常常通过这段经文，甲人介绍讲福音就是安怎，主会赏赐互咱平安。主伊就是平安。来引带这的非基督徒来信靠耶稣。因为咱知影耶稣会替咱除去一切的烦恼忧愁、担心惊吓。总是信耶稣所得到的平安，敢讲就是亲像世间人所讲迄款表面得的平安，表面性的，拢敢若看到表面，出去平安回来，去什么所在旅游平安回来，咱所看到敢若较是表面得的平安。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个平安，伫希腊文叫做 Eirene， 伫希伯来文是讲 Shalom， 检在这 Shalom 咱较知影。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款身心灵健全的状态，身心灵健全的状态，也就是讲，咱恢复了上帝创造人类的时阵原起初迄款圆满，迄款完好的款式，就是恢复上帝的本质。这也通讲是一款关系的和谐，咱咧讲的平安是一款身心灵的健全甲关系的和谐。同时，咱也会通清楚知影，咱将来灵魂最后会徛家伫什么所在？咱就是要去到伫上帝的国度。当咱会通了解真正平安，毋是干那只无病无痛，生活平顺，无发生任何意外即款的状态的时阵，咱心内才会通去享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即使咱伫生活的中间，犹原会去拄着困境，会去拄着难题，咱犹原相信主耶稣的确带领咱头前的路站。总是真可惜，有侪基督徒，嘛是常常会抱着迄款信耶稣以后，性命就袂去拄着任何的艰难困苦即款的思想。也因为安尼，当因就爱去面对信耶稣以后，生活的中间，也会去拄着一寡不如意的代志的时阵，就会开始埋怨上帝，开始怀疑上帝，甚至会气杀上帝。因为上帝无照咱所期待迄款的剧本来演出，互咱什么款？咱所期待的剧本是啥物？就是使我穿，使我食，使我欠钱毋免还，使我平安大趁钱。这检才是咱人生的目标。咱的剧本就是安尼咧进展。但是上帝伊无照咱即款的目标、即款的剧本咧进展的时阵，咱会抓准讲，上帝你啥人无去甲我照顾？总是圣经的中间从来袂捌甲咱讲起一项事，就是讲信耶稣以后，就袂去拄着大风大影。有一寡基督徒甚至会亲像信仰民间宗教的人迄款的思想，若是即个生命无法度好甲我保庇照顾，互我平安无代志大趁钱，我就去信靠另外一个生命。若是即个生命嘛无人性，所以就搁继续去投靠另外一个生命，因为因所认为的平安，就是家己所超找的迄个生命，会通满足咱各种的需要，甲咱各种的欲望。这是一般人咧信靠生命的心态。你爱照我的剧本来行，若无我要换另外一个。若真正即款的神会通满足咱的需要，咱会通去思想，即款的神敢有公信力啊？敢值得咱去信靠即款的神？因不过是咱信众手中的一个棋子若定，
咱安怎下所在，伊就爱去什物所在，输在即个信众来甲伊人来人去。检测咱无学着发现，生活中间会产生侪侪的忧虑，会侪侪看路即款的原因，就是因为咱将上帝下毋着所在啊！咱将上帝下毋着所在，咱毋是互上帝坐伫咱性命宝座的顶面，互伊掌管咱性命一切的所有。这是今日经文一开始，耶稣甲咱提醒的代志。耶稣讲，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还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耶稣甲咱提醒，咱若是将上帝下毋着所在的时阵，咱将其他物件下伫原本上帝应该坐迄个所在的时阵，咱检测生活就会混乱。简单来讲，选对边站就有平安，你若选错边站就家欠不宁。选对边就是讲，咱互上帝坐伫咱的性命宝座顶悬，咱就有平安。咱是用其他物件要来放伫咱性命的宝座顶悬，检测咱就会家欠不宁。咱拢看过动物星球频道，也是讲即个动物奇观即款的频道。我看过的人就知影讲，即个狮、虎甲豹，当因要拍拉的时阵，因的目睭中敢若会看到一只动物。即个因咧拍拉时，敢若看一只动物，然后伊会稳挖棍即个要拍拉的动物。听候伊准备好势了后，伊就会尽伊的气力，去约即只动物，一直到约到为止。若是因三心两意，想要约迄只，佮想要约即只，到落尾因就一只拢约无。这时阵因就爱去承受腹肚枵，也是讲无度去养饲家己囡仔迄款的看路。信仰上帝的人嘛，绝对袂当三心两意，也就是讲，咱有需要的时阵，咱才呼求上帝。当咱无需要上帝的时阵，咱就暂时甲伊下伫一边。上帝并毋是咱伫遐叫来就来，无爱就来吓掉，即款的奴仆。伊是享受咱性命、照顾咱性命、救赎咱性命的主宰。只要咱愿意将目睭注目伫上帝的时阵，虽然咱的人生境遇未免会去拄着大风大影，却因为咱的心是停靠伫上帝为咱每一个信靠伊的人所备办的码头，互咱就会通经历上帝的同在，甲迄个真实的平安。有关看路的问题，主要所有指出，所以无伫看路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用的，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日艰苦，一日教业。伫遮耶稣特别咧甲咱提醒，爱咱知影，咱大心爱去思考的是。怎样伫今仔日好好啊活地？这是上要紧的代志。咱今日都无法度好好啊活咧，咱要安怎去想讲明仔载是毋是通继续好好啊来活地？所以一日的看路，伫一日就到遐。两兄弟，虽然伫咱决志诚做基督徒以后，生活中间无法度去避免面对各种的难题甲困境。但是，咱就要相信天父上帝有缘，继续在保守甲看顾。那咧，咱要对倒位知影，天父真正对咱在照顾甲看顾。大心就是对生活中间各种细节的代志来经验天父的看顾。最后所讲，试看
天中的飞鸟无振作，无收成，无积聚伫切仓。你的天父也得饲因，恁兼无比遐个较贵气吗？对耶稣的描述，咱无学着发现，世事是咱看做是真卑微的创造物，因伫上帝的眼中，拢看做是上珍宝的创造物。坦白讲，有偌济人伫每一天早起，咱目睭拄天开的时阵，咱会去感受到讲，会通继续活落来，是一件真美好的代志。毋知咱兄弟有偌济人，目睭天开的时阵，第一项事感谢上帝，互我会通继续活地。现在有一寡人每一天精神第一个念头就是讲，唉。阁是真无用一天生活的开始，都爱去面对新的一日所要面对的困境，所以因会感觉活地是一件苦差事啊，敢若是一件真恶担当的事。通常即款的人真少会去注意到生活中间各种的细节，亲像讲天曝光的时阵，咱知影讲拢有迄个云雾大瓦。但是迄个日光照落来时阵，云雾就就开始散开。然后早起时，咱通常拢安怎精神？除了闹钟啊以外，阁有真吵的迄个七鸟啊，敢毋是？每一天早起，图书馆迄个所在，因为环境真好，所以逐工早起拢是互鸟仔声叫精神，差不多。4、5点的时阵，就开始咧嘁嘁喳喳。然后，咱会通看见即个温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互迄个花甲草，也是讲即个叶仔顶悬有即个露水。咱看天曝光的时阵，迄个露水，就是黏伫即个叶仔的顶悬。过来就是讲，树枝的顶悬，咱是毋是去观察讲有新的迄个叶布出来？这是咱生活中间的细节，但是咱拢会感觉这大自然的现象真自然啊，咱已经真惯势啊，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至到咱将来袂捌去想过讲，若是有一天咱无得去看见这个大自然的现象的时阵，这个世界是偌悲惨的一个，这个情形。咱定看电影，拢会讲个地球的未来。那个魔鬼终结者，即款的电影，我感觉迄个自然环境受到破坏了，当咱目睭天开，看袂到即款的情景，咱会感觉真惊吓。甲过去咱所看到的世界，拢完全无共款。总是感谢上帝，因为一直咧看顾，才看起来敢若真。伊的粒理。万物才会通生串做做，并且照着伊的周期，一直在运转。虽然人类一直无法度节制，一直在使用地球的资源，甚至讲消耗这个地球的资源，上帝有愿，互伊有再生复原的能力。检在这2年来，咱会感觉真有意思，就是讲，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人无得出门，人无得出门啊，咱就袂开车出去。这个污染就是减少。所以咱会通感受到讲，这2年来，敢若空气变了较好，环境变了较好，也是讲咱看迄个自然界，迄个新闻咧报讲溪头因为无人去，所以一寡台湾猕猴拢走落去，迄大学池内底生水啥玩就是讲，自然环境一直开始在修复啊。伫人所看到迄个真毋好的新冠肺炎病毒，但是伫上帝的手中，却是一个恢复大自然的机会。所以对安尼，咱会知影，上帝伊要互即个地球再生复原，毋是照咱的方法去做。是照上帝的方法，
毋然呢，咱要有偌侪人会去为着家己的身躯各方面的机能，每一工拢会通正常的运转，来感受到上帝咧看顾。咱敢捌想过，若是有一工咱困的时阵，结果心脏袂跳啊，也是讲咱迄呼吸的系统忽然间无法度运转，咱知影讲这拢是自律神经系统嘛。伊家己的运转，毋是咱会通去控制。若是讲伊忽然间袂振动，迄是偌可怕的一项代志。表示讲，咱讲困啊去啊，困甲袂精神，就困啊去。所以对安尼，咱会通知影，会通继续伫即个世界活地，并且真安稳来生活。迄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照顾，咱每一工拢会通真正常，吃喝拉撒睡，食饭啉水，放尿放屎，也是讲困等等这些代志，这拢是上帝特别的看顾。犹太人有一个真要紧，因为即个教导就是讲，当你去便所，你去便所，毋管是小便还是大便，特别是大便的时阵，你就要感谢上帝。伊会感谢的祈祷文叫做感谢上帝，互我大便会通顺畅。这犹太人因的教导小小的一项代志，嘛爱感谢上帝。那也说，咱是毋是捌注意过，这生活中间小小的细节，并且用这个代志来献上感谢。第二，就是对顺坦上帝为咱的性命所安排一切来经验天父上帝的看顾。最后所讲，搭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恁？虽然山里的草的命运真短暂，但是咱看山里的草将来毋捌上帝来埋怨讲，我哪会遮尔短命？反正伊是顺坦上帝为伊性命所安排一切。即使伊知影讲明仔载就要互人迄伫火炉内底，伊有原是安怎快快乐乐，并且将伊性命迄款的光彩，丰丰富富来活出来。咱无多好啉，咱常常伫所行所做的一切，若无照家己心意的时阵，咱就会认为讲上帝无咧甲咱看顾。接着咱就开始对上帝有侪侪埋怨，甚至会认为上帝亏欠家己啊。因为咱无愿意顺坦上帝为咱性命所安排一切，咱就认为上帝是挑故意咧找咱的麻烦。有一个画家，伊踮伫一间建筑物，伫遐画图，伊是画迄个厝尾顶的图。听候伊完成以后，伊就感觉真满意。然后徛伫迄个悬台顶，咱画迄个厝尾顶就爱徛伫悬台顶。伊就开始咧欣赏伊所画即幅图。因为徛伤近看无，所以就愈来愈摕，愈来愈摕。愈来愈摕，摕到伫要挖近迄个悬台的边缘的时阵，忽然间伊的左手摕一支笔，对伊迄幅图画一笔画一条顺落去即个画家看到真生气赶紧去调往头前准备要责备迄个左手的时阵，即个左手用迄个真惊吓迄面色拢已经惨白迄款的迄款的态度然后用手指往迄个悬台的边缘的所在。即个画家发现讲原来即个左手是要救伊啊！伊毋知要安怎帮助即个画家讲离开迄个悬台的边缘的所在，所以只有啥摕一支笔去画伊迄幅图。所以即个画家为着要感谢即个左手，伊就赶紧过去甲揽掉的。有影咱看见上帝的作为，有时阵就好亲像即个画家的左手共款。
伊伫咱的性命中间神来一笔啊！即个神来一笔是为着要帮助咱，要互咱会通看见上帝伊所做的一切是超过咱所会通想象的。即款神来一笔，通常拢是拄当咱伫咧满足现有生活的时阵，才出现。咱即时阵讲真满足我即款生活，亲像咧画家共款，我真满足我的作品。伊忽然间，即个神来一笔，对到咱会认为讲，是毋是上帝咧甲咱创治？无代无志，我生活遮尔顺利的时阵，你甲我画即笔。若是咱深信伫每一项代志的背后，上帝永远在看顾。对上帝即个神来一笔，咱拢会用顺服的心来领受，因为伊是永远袂误事的主爱天父。最后就是咱对伫基督内面过活新的活命来看见天父上帝的看顾。伫还未接受耶稣成做咱救主进前，咱就是生活伫罪恶的中间，互撒旦来捆绑，成做伊的奴仆。咱最后的终局就是行往死亡的路。但是现今通过耶稣的宝血救赎，咱会通完全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搁再一摆称作是上帝的儿女，来证明上帝就是一位永远无弃杀、永远看顾的天父。伊用迄个上珍贵、上宝贵的代价，就是伊的独生囝的性命，将伊家己的百姓对罪恶的中间救赎出来。也既然咱已经真心得到一个甲上帝连结、恢复新的活命，这款的性命，咱就爱伫每一天生活的顶悬所行的每一项事，拢会通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安尼，咱就会通不断来领受上帝所应允的祝福，以及伊永远的看顾。这拄拄是主耶稣对咱所讲的：独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物拢要煞互恁。了兄弟，咱是毋是愿意来顺探上帝的心意，并且通过咱这个互主耶稣救赎新的活命，来见证上帝的看顾。关系天父的看顾，咱伫生活中间有啥物款的体验？还是讲咱现在有啥物款的体验？伫天韵这首第一本的专辑《野地的花》伊其中的歌词就是咧说明天父对万物甲世间人真细腻的关心甲看顾。这歌词安尼讲，伊讲山里的花亲着美丽的衣裳，天顶的飞鸟将来无为着生活无用。主爱天父每一天拢看顾，伊搁较疼世间的人，为着因陪伴永活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拢知影，若是心中有烦恼，互伊替你除掉。主爱天父每一日拢看顾，伊是全能的主，信靠伊的人真有福气。检测犹原有一寡兄弟也无法度去感受到天父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看顾，有可能是因为咱将天父上帝下毋着所在，放错位置。咱毋是将伊下伫咱生命的宝座顶悬，咱是下伫咱生活的外面。也有可能是咱无满意上帝现处是为咱生命中所安排各种的计划。既然咱亲上帝做天父，咱就要相信伊所赏赐予咱的一切，绝对是上适合咱的需要。好亲像咱的父母共款。当咱细汉时阵，拄则有鼓励，一个婴仔，伊袂讲话，伊敢若会当用哭的方式，所以父母爱去满足伊即个婴仔的需要。只要咱愿意用顺服的心来领受的时阵，咱就要看见到
料想袂到的结局。上要紧的是，身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拢爱会通遵行并且宣扬上帝的旨意。就是耶稣所讲的，独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当所有世间人拢会通真心回转，转来到天父上帝的大家庭的时阵，咱才会通搁再一摆经历这的米，拢要煞互恁迄款丰盛的画面。求主帮助咱，互咱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确实会通看见、经验天父的看顾。这是真实在的代志。总是有当时啊，咱无真细腻来观察，无真细腻来去了解，咱就会认为上帝常常在找咱的麻烦，还是讲上帝无要顺咱的心意来行。其实上帝为要保护咱，有时阵伊伫咱感觉真满足的时阵，就会来互咱赐互咱一个神来一笔啊！总是咱凡事用感恩来面对这一切时阵，咱就会通看见上帝伊奇妙的所在，绝对是超过咱所会通想象的。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要感谢你，因为对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开始，你就一直在照顾，一直在捏理甲束缚。你互万物照伫你的心意来生探，你互万物照伫你的心意来运转，你也互万物照伫你的心意来恢复。阮知，阮正人类也踮伫你所管理的这个世界中间。虽然阮过去有侪的罪过，总是你甘愿通过主耶稣，你的独生囝，伊的宝血洗除阮遮拢总的罪过，互阮会通顶头生，搁再一摆称做是你的儿女。对安尼，阮清楚知影，上帝你确实对阮的看顾甲保守。主，阮特别爱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知影，阮的性命若是有你的捏理，你就要互阮经验天父上帝的看顾。虽然有时阵，阮会感觉上帝为阮安排的人生，阮未免有一寡怀疑，有一寡埋怨，总是阮相信上帝为阮所安排的人生，绝对是上帝上美好的捏理。阮若是愿意用顺服的心来跟随的时阵，上帝要互阮看见迄个料想袂到的结局。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会通常常伫即个大自然的世界中间来经验你的同在。万物若毋是你咧照顾，检测阮无法度看见即个自然界照伫上帝的心意在运转，照伫四季在变化。主帮助阮，互阮拥有即款的理解甲观察，也搁较用谦卑的心来看见上帝你为阮备办生活各种的恩典。主，阮伫你面前，搁再一摆恳求你，是阮看顾阮的性命，互阮逐日拢会通经验你的慈爱、你的赏赐、你的恩典。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第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圣诗第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
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趁早我要找伊。思想少年袂话得过，100年久无离。应答上帝话，只是要来奉献。虽然即马阁无实体的礼拜，请咱有愿诚心来献上咱的所有，请咱做伙来吟诵奉献的诗第380首，甘心的奉献。伫今仔报告进前，咱先来看今日的金句。今仔金句，咱有愿先台语读2遍，华语再搁读1遍。开始。所以无得为着明日挂虑，因为迄个明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一日到夜。福音章340。所以无得为着明日挂虑，因为迄个明日伊要家己挂虑，一日的艰苦，一日到夜。马太福音第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第6章34节。这是我来报告。报告的第一项，经过小会的评估，教会会伫8月22恢复实体的礼拜，嘛要为着配合防疫的第2级的境界，宗教场所上济就是50个人，所以请兄弟姊妹就是爱落实实联制，全程来戴口罩，维持迄个社交距离，加强环境的消毒等等。教会嘛来开放2楼甲3楼的教室，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礼拜。第二，今日是父亲节主日吼，愿上祝福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院长要
送每一个父亲一份的礼券，这嘛伫咱恢复实体礼拜了，接过来赠送。第三，今日下晡3点会举行中职线上的白话字基础班，欢迎所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牧师伫即个开课进前会甲Google Meet 的相关的一寡资料，还是代码传喺咱群组顶面，则请兄弟家己来看。第四，拜三暗时8点举行的线上的祈祷会，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即个祈祷会伫8月18了后，嘛会恢复实体的祈祷会，请兄弟嘛是有缘踊跃来参加。第五，要请中职伫8月14甲8月21拜六的下午4点，甲教会来协助恢复实体礼拜了的场地安排、布置甲消毒的工作，欢迎兄弟会当做伙来参与。第六，请兄弟姊妹特别来为着已经接种迄个新冠肺炎疫苗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会当减轻因的副作用造成的身体的无爽快的感觉。为着未注疫苗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赐予因平安安稳，耐心来听候。其他的报告事项、代祷事项者，请兄弟姊妹家己来看。为着这身体欠安的教会事工，继续来代祷。后礼拜的事会是林水川长老，司琴是苏雅姐妹。这时咱请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关系咱第一项消息的报告，就是8月2日开始要来恢复实体的礼拜。因为这边虽然有降级咱对3级的境界降到第2级，但是咱聚会的人数伫一个空间内底，应该讲是一间迄个建筑物的内底，袂当超过50人。所以伫这实体礼拜恢复了后，咱会开放2楼甲3楼的空间，互整个咱这个境界所讲的这个宗教场所的距离每一人甲人中间爱1.5公尺，遮尔啊宽所以咱1楼大概会通摆差不多20几个位置然后2楼将近10个，3楼会通到20个，咱分散2楼甲3楼咱就是有缘用迄个看线上的直播的即款的方式。当然嘛是请咱兄弟姊妹准备心啦，准备心，因为有的人可能感觉要来参加实体礼拜，未准备好势咱嘛免勉强。咱有缘是有即个直播的即个礼拜所以你若伫讲未准备心，要来参加实体礼拜，咱有缘伫厝内会通来看即个直播的礼拜。伫遮请兄弟特别注意。咱中职还是讲咱的兄弟姊妹，若是时间上会拄好，请伫8月14、21，即2个拜六，下晡4点，咱要来将整个场地来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整理，通互咱要做恢复实体礼拜，会通有一个真好势的安排所以请咱中职特别注意就是8月14到8月21，即2个拜六就爱拨时间下晡4点，咱来协助恢复实体礼拜以后场地安排。过来，请咱也特别注意咱祈祷会虽然咱目前拢是用线上的方式，但是伫8月18恢复以后，咱有可能嘛是会用线上即款的方式有兄弟伊若是较无方便出来到伫礼拜堂，会通伫线上做伙参与伫祈祷会中间。这有关细节的部分则请教会资讯组来做一个了解，甲做一个安排。
所以请咱的兄弟姊妹特别踊跃参与伫咱教会祈祷会的中间。好，安尼以上报告。这是请咱来吟祝福的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了，则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性的相通佮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咱灭倒避讳。